今开始，咱来关心新冠疫情，虽然已经降温，也毋过是还未收煞。疾管署是表示讲，咱国内伫顶礼拜新增加328个 COVID-19 确诊并发症的案例，比顶一礼拜增加25%，研判咱国内疫情当地清关，而且要进入流行期。另外，还有宝林地区的中毒案，昨昏是新增加一个死亡的案例，是一个46岁的女性，伊是宝林案第6个死者。宝林地区食物中毒的案件，12下晡，阁新增加一个死亡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这个死者是一个46岁有换肝的女性，3月2日去宝林地区食回卵河粉，3月23去予医生看，病情有较稳定，不过12向变甲真严重，伫昨昏不幸宣告死亡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伫7个重症个案内底，目前有6个人死亡，敢若1个人出院。那新冠疫情方面，顶礼拜新增加328例本土新冠病例并发症。比前一礼拜加悬25%，而且新增加20例死亡。迄顶礼拜新增加2个新冠肺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的囡仔个案，2个拢是北部一岁查甫囡仔，发病了后拢烧要到40度，研判国内进入流行期。我们有关 COVID 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流行阈值，主要是以前一波在去年3月以后，那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的一个平均值。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低缓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每10万个人大概是1.47个人次，那有 COVID 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个案。那我们目前观察到，我们目前大概是每10万个人有1.53个一个人次，所以我们目前认为，目前我们 COVID 呢有进入流行期的一个现象。根据口服抗病毒药啊使用的人数甲死亡的人数综合评估，显示新冠疫情又有加悬的趋势，民众也是袂当放任。疾管署表示，估计这波疫情会继续无稳定，不过第2季内可能会持续加悬一段时间，一直要到8月至9月，才会有豆豆转好的趋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